運輸同埋物流有咩分別啊？你哋喺麥當勞係食唔到薯條嘅會點啊？呢個呢，真人真事發生嘅喎，喺日本2021年12月24號咁平安夜嘅日子，冇薯條食啊！且唔係一日啦，係成個禮拜。2021年呢，就係疫情，再加上呢，喺加拿大溫哥華個碼頭呢，就水浸，冇薯仔運過去日本。呢個係一個乜嘢問題呢？係咪關於運輸嘅問題啊？貿易、運輸、物流，絕對係我哋不能或缺嘅一個行業。你如果想加入呢個行業，你首先要對科技、數據要有認識。第二樣嘢，你對於基礎設施嘅建設，你都要認識。第三樣嘢，要盡快努力，令到自己成為一個專業嘅人才。如果有人同你講，嗱，你哋細個唔讀書，大個就會做運輸，咁你哋應該點樣回答佢哋啊？而家人才喺全球，個個爭住做物流。我最有印象就係嗰個麥當勞啦，喺日本咧之前就係冇薯條嘅，咁就係經過物流啦、貿易啦，咁之後先至可以運輸到啲薯仔過去日本嗰度。經過今次講咗之後，就對呢個物流啦、貿易啦就更加有深刻嘅了解，更加好咁理解到我哋將來想做啲咩，同埋可以令到我哋大個將來咧，即係我哋嘅目標啦，同埋我哋嘅理想係啲咩咯。